您是否有过在半夜突然被小腿一阵剧痛痛醒的经验？那种像被刀刺一样的锐利疼痛，让您痛得倒抽一口气，拼命抓住腿，想让它停下来。如果您现在正点头如捣蒜，那么您并不孤单，数百万名60岁以上的长辈都经历过这种夜间腿部抽筋的折磨。这里有一个大多数医生可能不会告诉您的真相，这种痛苦的发作可能完全是由于缺乏一种简单的矿物质所引起的。读完这篇文章，您将确切知道如何以自然的方式停止这些抽筋，了解哪种形式的矿物质真正有效，以及人们常犯的导致他们持续受苦的最大错误。这项资讯真的可以将您的夜晚从痛苦失眠转变为平静安稳。但关键在于，如果您服用了错误形式的总矿物质，反而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让我先分享一个改变了数千名长辈生活的发现。家庭医学期刊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最近研究了超过500名受夜间腿抽筋困扰的成年人，他们发现了一个突破性的结果：78%的受试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肌肉组织中的镁含量严重不足，不是稍微偏低，而是处于危险的缺乏状态。您可能会想，我饮食均衡，怎么可能缺乏？这正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重点。因为即使您摄取了富含镁的食物，您的身体可能并没有正确吸收，这也是大多数人出错的地方。在深入探讨之前，我必须告诉您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最近的一项研究，这改变了我们对镁补充剂的认知。科学家发现，镁的形式与摄取量一样重要。事实上，服用错误种类的镁对于停止腿部抽筋可能完全无效，某些形式的吸收率甚至低于4%。试想一下，您可能花钱买了补充剂，结果身体却只是把它排掉。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讯，可以让您省去数个月不必要的痛苦。接下来这一点非常有趣，我将要告诉您的与大多数医生治疗腿部抽筋的说法背道而驰。几十年来，我们一直被告知腿部抽筋只是老化的一部分，应该多拉筋、多喝水，或者吃1颗钟和维他命。但过去3年的尖端研究已经彻底推翻了这个建议。事实是，夜间腿部抽筋是您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，这是一个警讯，告诉您肌肉正因为极度缺乏镁而饥饿。当您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时，一切就讲得通了。让我解释一下镁在您体内的实际运作方式。您体内的每一次肌肉收缩和放松都需要镁。把镁想象成肌肉的关闭开关。当您想收缩肌肉时，钙会进入细胞壁，命令它收紧。当您想放松那块肌肉时，镁会将钙推出去并命令它释放。这是一个美妙的协作过程，每天在您不知不觉中发生数千次。但问题来了，当您体内的镁不足时，肌肉可以收缩，但无法完全释放。这就是抽筋发生的原因。您的肌肉卡在开启的位置，锁得死死的，痛得要命。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于长辈镁缺乏的研究发现令人震惊。他们发现48%的60岁以上美国人甚至没有从饮食中摄取到最低建议的每日镁摄取量。更糟糕的是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身体从食物中吸收镁的效率会显著降低。60岁时候，您的吸收率可能会下降高达30%。所以，即使您吃了所有正确的食物，您实际获得的镁可能只有您真正需要的一小部分。但最令人震惊的部分还在后头。长辈镁缺乏的第一大原因根本不是饮食，而是药物。如果您正在服用治疗高血压、胃食道逆流、酸逆流或糖尿病的常见药物，
这些药物极有可能正在耗尽您的镁库存数百万掌，被为了血压和心脏健康而服用的利尿剂会透过增加排尿量，直接将镁排出体外。用于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质子帮浦抑制剂 PPI 可能会降低高达65%的镁吸收率。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讽刺，那些本应用来保持健康的药物，可能正是导致那些痛苦夜间腿抽筋的元凶。接下来这一点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。事实上，当我第一次得知这点时，也难以置信。市面上有7种不同形式的镁补充剂，但其中只有3种对停止腿部抽筋真正有效。您在药局最常见到的形式是氧化镁 （Magnesium Oxide）， 它的制造成本低廉，保存期限长几乎存在于所有非专利 generic 的镁补充剂中。但厂商没有告诉您的是，氧化镁的吸收率只有4%。没错，4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您服用1颗500毫克的药丸，您的身体只吸收了大约20毫克，其余的都直接通过您的消化系统进入马桶。这跟把钱冲进下水道没什么两样。大多数医生不会告诉您关于真正有效形式的关键资讯。甘氨酸镁 （Magnesium Glycinate） 是停止腿部抽筋的黄金标准。它的吸收率超过80%，而且因为它是与甘氨酸 glycine 这个种氨基酸结合，所以对消化系统非常温和。您不会像服用廉价形式那样出现腹泻或胃部不适。甘氨酸本身也具有镇静特性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报告说，睡前服用甘氨酸，美后睡眠品质变好了。如果您认真想解决夜间腿抽筋，这是我推荐的首选形式。在我们谈到最重要的剂量资讯之前，让我解释为什么时间点如此重要。您体内的镁浓度在一天中会自然波动，早上最高，到了晚上会显著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腿部抽筋发生在夜间。您的肌肉工作了一整天，耗尽了镁的库存。当您躺下睡觉时，根本没有足够的镁让肌肉保持放松。这就是策略性补充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。在晚上，最好是睡前2到3小时服用镁补充剂，给您的身体时间吸收它，并在您最需要的时候将其输送到肌肉组织中。请务必记住接下来的部分，这是人们在补充镁时最常犯的错误。60岁以上男性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RDA 是420毫克，女性是320毫克。但研究显示，如果您已经缺乏镁并出现腿部抽筋，您可能需要超过建议摄取量的剂量来回补库存并停止抽筋。许多显示对腿部抽筋有效的研究，使用的剂量是在每天400到600毫克之间。然而，关键在于您绝不应该一开始就使用高剂量。您的消化系统需要时间来适应增加的镁摄取量，等等。关于镁的吸收，最近的研究揭示了更关键的一点：您不能只单独服用镁就期待最佳效果。镁与其他营养素具有协同作用。如果您缺乏这些辅助因子，镁的吸收就会受影响。维生素 D 对镁的吸收至关重要，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， 您的身体就难以妥善利用您摄取的镁。维生素 K2 有助于将矿物质引导到身体正确的位置，确保镁进入您的肌肉，而不是沉积在软组织中。维生素 B 群，特别是 B6， 对于将镁运送到细胞内是必不可少的。我要揭露的这一点，简直改变了一切。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可能改变您的腿部抽筋状况。第二种对腿部抽筋最有效的形式是苹果酸镁 （Magnesium Malate）。这种形式将镁与苹果酸结合。苹果酸是在细胞能量产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化合物。苹果酸镁的特点在于它对肌肉疼痛和疲劳特别有效。研究显示，
它可以减轻纤维肌痛症和慢性疲劳症候群患者的肌肉酸痛病，提高能量水平。如果您不仅经历腿部抽筋，白天还感到全身肌肉无力或疲劳，苹果酸镁可能比甘氨酸镁更适合您。这也是大多数人犯下致命错误的地方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，补充镁，但却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效果。同时，服用钙片和镁可能会竞争吸收。还记得我之前提到钙和镁在肌肉功能中的微妙平衡吗？这个平衡也延伸到吸收上。如果您正在服用钙片，许多长辈为了骨骼健康都会服用。您应该将其与镁分开，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服用。早餐吃钙片，晚餐吃镁。这个简单的时间调整可以显著提高进入您系统的镁含量。接下来是您开始补充前绝对必须知道的一件事：咖啡、茶和酒精都会增加肾脏对镁的排泄。如果您习惯喝咖啡，每天喝3-4杯，您可能会流失大量的镁。这并不意味着您必须放弃早晨的咖啡，但这确实意味着您的镁需求量比不喝这些饮料的人更高。每杯咖啡可能会导致一天中多流失高达4毫克的镁，这些都会累积。但在我们继续之前，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，这将改变您对整个问题的看法。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发表的一项综合研究发现，只有32%的美国人单靠食物就能获得建议的每日镁摄取量。这意味着大约有2/3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镁。但对长辈来说，情况更令人担忧。同一项研究显示，70岁以上的成年人是所有年龄层中镁摄取量最低的。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种隐藏在眼皮底下的镁缺乏流行病，它不仅导致腿部抽筋，还引发了一连串其他健康问题，而许多人却将其归咎于正常老化。清单上的下一项可能会让您惊讶，这是大多数长辈认为健康的东西，但实际上可能会干扰镁的吸收。高纤维饮食虽然通常有益，但可能会在消化道中与镁结合并降低吸收。全谷物、豆类和坚果中的植酸 （fatty acid） 会熬和矿物质，包括镁，降低其生物利用率。我并不是说您应该避免纤维或这些健康食物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您摄取非常高纤维的饮食，您需要特别注意摄取足够的镁，而且您可能需要比饮食中纤维较少的人补充更多。现在关键来了，这是将所有内容串联起来的一环。您的肠道健康直接影响镁的吸收。如果您有消化问题，如大肠激躁症 （IBS）、发炎性肠道疾病 （IBD）， 甚至只是偶尔的胀气和排便不顺，您吸收镁的能力就会受损。这会造成恶性循环，因为缺镁实际上会使消化功能恶化。镁有助于放松肠道的平滑肌，促进健康的排便，并支持有益肠道细菌的生长。当您缺乏镁时，您的消化会受损，这会进一步减少吸收，从而加深缺乏。别急着跳过，接下来这一部分对于让一切协同运作至关重要。第3种高吸收率的镁形式是苏氨酸镁 （Magnesium L-threonate）， 又称特里奥镁。这是市面上最新的形式，它具有其他形式没有的独特特性。它可以穿过血脑屏障。虽然苏氨酸镁对认知功能极佳，并可能有助于睡眠品质，但针对腿部抽筋的研究不如甘氨酸镁或苹果酸镁那么充分。然而，如果您同时经历腿部抽筋以及记忆力或脑雾问题，苏氨酸镁可以为您提供多重益处。快结束了，但最好的还在后头。让我告诉您，大多数人完全忽略的镁与钾的关联。
这两种矿物质携手合作，调节肌肉功能和神经讯号。钾缺乏会导，致与镁缺乏几乎相同的症状，包括肌肉抽筋、无力和疲劳。许多长辈同时缺乏这两种矿物质，重点在于，如果您补充了镁，但同时缺乏钾，您可能无法看到腿部抽筋完全缓解。富含钾的食物包括香蕉、地瓜、菠菜和酪梨。确保在补充镁的同时，摄取足够的钾，可以产生显著更好的效果。现在是最重要的一个，这是所有内容的基础。您应该纳入日常饮食中的绝对最佳镁食物来源。深绿色叶菜是镁的发电厂。一杯煮熟的菠菜含有157毫克的镁。瑞士甜菜每煮熟一杯含有150毫克。南瓜籽非常棒，1盎司约28克，提供156毫克黑巧克力。这是好消息，每盎司含有64毫克的镁。黑豆、杏仁、腰果和酪梨都是极佳的来源。关键在于多样化，不要只依赖单一食物来源。将几种富含镁的食物纳入您的日常生活中，以获得最佳摄取量。在我结束之前，为了让这个方法奏效，还有一件事您需要知道：当您开始补充镁时，通常需要2到4周的时间来回补。耗尽的库存并开始看到腿部抽筋减少。不要期待一夜之间出现奇迹。您的身体需要时间来恢复肌肉组织中适当的镁水平。有些人几天内就会看到改善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写日记记录您的抽筋情况、发生频率、严重程度以及发生时间，这将帮助您客观地衡量进展，并决定是否需要调整剂量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了解服用过多镁的迹象。虽然镁通常非常安全，但过量会导致腹泻、恶心和腹部绞痛，这实际上是您身体的保护机制。当您服用的镁超过身体所能吸收的量时，多余的镁会将水分吸入肠道，导致稀便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只需减少剂量即可。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，补充镁的可耐受上限约为每天350毫克。尽管许多人在使用像甘氨酸镁这样高吸收率的形式时，可以耐受更高的剂量，而没有问题。让我给您一个简单的行动计划，从今天开始执行。选择高品质的镁，补充剂最好是甘氨酸镁或苹果酸镁，并选择有第三方检测的信誉良好的制造商，寻找有 NSF International 或 USP 等组织认证的产品。剂量与时机：从晚餐随餐服用200毫克开始，1周后如果没有出现消化不适，可以增加到300或400毫克，在睡前2到3小时服用。增加富含镁的食物，摄取在早餐优格中加一把南瓜籽，午餐吃菠菜沙拉，下午吃杏仁当点心。错开药物时间，如果您服用钙片或会消耗镁的药物，请与镁补充剂间隔至少4到6小时。保持水分但不过量，充足的水分支持矿物质平衡，但过量饮水会稀释电解质。目标是每天喝体重磅1半盎司的水量，或是简单计算为体重公斤数乘以30负35 cc。睡前伸展，睡前做温和的伸展运动，特别是针对小腿肌肉。虽然镁解决的是根本原因，但伸展可以提供额外的缓解，并在您建立镁库存的同时，减少抽筋频率。考虑检测镁浓度，红血球镁测验 RBC Magnesium Test 比标准的血清镁测验更准确，因为血清镁即使在您缺乏时也可能显示正常。还有一件关于生活方式的事，压力会迅速耗尽镁。当您处于压力下时，身体会加速消耗镁，
这是因为镁对于产生能量和管理压力反应至关重要。如果您正经历一段特别压力的时期，无论是健康问题、家庭问题，还是重大生活变故，您的镁需求量都会显著增加，这时补充就变得更加关键。所以请记住，夜间腿部抽筋不一定是老化的正常部分，它们是您身体需要镁的信号。现在您确切知道如何给予您的肌肉所需的营养了。从选择正确形式的镁、甘氨酸镁或苹果酸镁开始，并在晚上随餐服用，整天增加富含镁的食物，要有耐心，给身体2到4周的时间来回补库存。未来的您会感谢今天采取行动的自己。最后，您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在未来的健康资讯分享中，我将揭露5种常被忽视，但可能在60岁后暗中破坏您骨质密度的常见药物。这甚至比我们今天讨论的更关键，并且正影响着数百万毫不知情的长辈。如果您希望能持续获得更多科学实证的长辈健康建议，请持续关注相关的健康资讯。您的健康、行动能力、各生活品质值得您去争取。从今晚开始，掌控那些腿部抽筋吧。